欢迎收听6月25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世界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的是路得记的4章11到12节。路得记4章11到12节，我们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3章8到9节。加拉太书3章8到9节这样说：圣经预先看到，上帝要使外邦人因信而跟他有合宜的关系，所以早已把这福音传给亚伯拉罕说，万民都要借着你蒙上帝赐福。亚伯拉罕信了，因而蒙福，这样一切信了的人也要跟他一同蒙福。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祝福。Alex Kendrick 是一位牧师和导演，他曾执导有名的电影，在2015年上映的《War Room》。他是一个从小就想拍电影的人，但他们全家也是基督徒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的父母常常为他和他弟弟也一样是导演的Steven 来祷告，求上帝来抓住他们的心，让他们的心紧紧的跟随上帝。在他牧会的过程中，这个电影梦并没有消失。不过在没有人脉和资金的情况下，谁能够真的拍电影，而且还能够上映呢？在这过程中，他选择以祷告的方式来寻求上帝的心意。在这个过程里，他领受到上帝会在我们心中放下梦想，但是梦想实现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事先允许这个梦想死去，接着上帝会用他的方法让你的梦想从死里复活。我们看到拿俄米，我们看到路得，他们曾经因着梦想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下去，所以拿俄米和全家他们来到了摩押这个地方，但是在这里好像经历到一种梦想失落死去的感受跟事实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只剩下拿俄米，还有一位愿意跟从他，也一起来信靠上帝的路得。当他们这样寻求上帝的心意，在不断的愿意来委身在彼此的关系，寻求那上帝应许之地的生存之道，上帝就亲自的来带领。在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这个归入波阿斯家庭的路得，他们蒙众民和长老的祝福。这样的祝福是3重的祝福。第一个祝福是讲到摩押女子路得呢，她好像要像这个以色列家的拉结和利亚一样，哇，这是一个地位的提升哦。指的是她不但是以色列人，她如同他们的祖先一样，是蒙福的，是有很多的产业的，是有很多的后裔的。所以第2重祝福就是他们会有这个后裔，祝福他们将来有后裔要开枝散叶。还有第3重祝福是直接祝福在波阿斯身上，是希望他能够借着现在这个波阿斯和路得的结合，这个家庭这个家族要被壮大起来。上帝的心意不仅是在人所能知道的，在人所不知的或不明白上，上帝继续扩展我们的生命。这位导演 Alex 说，梦想死掉没有关系，不要越过上帝，继续的祷告，好像耕种的农夫。后来的 War Room 并不是他第1部作品，不过却是让他声名大噪的一部作品。许多人透过这个电影蒙福，开始寻求祷告。然而在今年2022年的9月，即将上档另外一部新片叫 Life Mark， 在讲一个被领养的年轻人寻找亲生父母的旅程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他的心意里，不管你的起点在哪里，只要这路程上每一个逗点，每一个经历点，每一个转捩点有上帝的同在，这一条道路是蒙福的道路。
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。你呼召我离开本地，我舒适的地方，心中会软弱，双脚会颤抖，但你赐我力量，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，预备自己被你扩张，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，我愿顺服，我愿降服于你，我愿献上所有，毫无保留，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。是不是很像路得他的经历呢？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真的是要使拿俄美，要使路得蒙福，成为祝福。在接下来我们更会看见上帝的心意开展，不仅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，更是在他们的世世代代，使人因这个结合来得福。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生命中的心意。刚刚说到的 Alex 牧师，他也是一个导演，在他寻求上帝的心意，又同时在牧会的时候，上帝借着许多毫不知情的人奉献给他，更是让他和他的弟弟 Stephen 一起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，梦到一个景象，梦到一个黑人的妇人在衣橱里祷告。这个画面后来也是 War Room 这部电影非常经典的画面。白人男性的导演竟然梦见黑人女性在衣橱里面祷告，这个异梦是从上帝而来，上帝使他们经历上帝的赐福，透过这部影片更是叫人因他们得福。今天的路得和波阿斯，当他们愿意顺服上帝的心意，他们愿意走在上帝为他们预备的道路上，上帝的心意不仅是使他们蒙福，更是要人因他们得福。我们跟上这蒙福的旅程了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是公义的主，你是在我们生命各样境况中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祝福的主。谢谢你带领我们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这个境况中，常常用自己的眼光来看，会很容易失误失错。但即使我们失误失错，在沮丧或是感受到有许多的挣扎甚至生气的时候，主，你的心意仍然是使我们成为祝福，因为这供应的源头，这赐福的源头是来自于你。主，我们更是要回转归向你，不再以我们自己有限的资源、有限的眼光来看待你的祝福。让我们一起
经历跟上这蒙福的旅程，就像路得，就像波阿斯。主，谢谢你爱我们，让我们来寻求你的心意，使我们的生命因你得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，愿上帝赐福你，让人因你得福。我是世谦牧师，我们明天见。